封侯的事儿，既然众爱卿全部都反对，罢了，日后再议。那就等宁臣返京，众爱卿随朕一同出城迎接宁臣凯旋。甚好。哈哈哈哈。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又瘦了，看来在边关，你没少吃苦啊。替陛下分忧，臣义不容辞。辛苦的还是将士们，千里奔袭，活捉左庭王，一路上风餐露宿，以血充饥，幸不辱命，不负皇恩。哈哈哈哈！不用你替他们邀功，他们的功劳啊，朕都记在心里了，一样都不会少。陛下，臣还有一事启奏。哦，准。带上来。灵州知府张元仓私挖金矿，荼毒一方；北灵关监军孔永春通敌叛国，勾结左庭王，害死我大玄国6位将领以及数万士兵，罪无可恕。大胆佞臣！灵州张元昌不是已经被斩首示众了吗？你竟敢欺君罔上！陛下，欺君之罪定斩不饶。不过此次佞臣为我朝立下汗马功劳，且文武双全，于臣看功过相抵，以观后效为上。陛下，行事逼人，臣不得已而为之。张元仓并非主，其背后有位高权重之人。臣当时正要去边关，担心张元仓被幕后之人下黑手灭口，迫不得已瞒天过海。另外，孔永春一个小小的监军，当然不可能有这样的胆量，敢通敌叛国，也是有人指使。那你可查到这幕后指使是何人啊？陛下，很多证据还在城中，请陛下回宫静候，臣去就来。好，尔等随朕回宫静候，谁都不准离开。臣等遵旨。宁臣啊，小心点儿。就是师圣旨。是。不错呀，都当上老板了。庆和越来越帅了，皮肤也白了，美容了。见过这么帅的老板吗你？当然没有了。无限，越来越壮实了，还是每天健身的吧？主要现在营养跟上了。宁爷爷，我们已经通过我们的双手，实现了我们的梦想，包子铺。哎，对了，我们今天正好第一天开业，正好哥几个路过，来尝，来，大家都尝尝啊！好，尝尝。就这家店啊，过来捧场啊！尝尝。兄弟们都吃啊，不够还有啊，有空多来啊！宁爷爷，给我们的包子铺起个名字吧。哎，对，狗不理吧，多开分店，做大做强，啊！
借您吉言。左大顿长，吾家有女初长成，我来家里吃个饭啊！宁郎，宁郎，宁大人，找我。哎呀，真不错呀！老高、老黄，来，你们去城外西市的刘家布行找密信，咱们分头行动。好。宁郎他看到我了，韩郎也看到我了。看来宁大人心里是有姑娘的，等他忙完定会来找你的。哎呀，真不错。丁管家，相爷回来了吗？没有。宁晨这个王八蛋，竟然抓了左庭王！给我拿下！干什么？啊？干什么？这是相府，擅闯相府是死罪，知道吗？死罪。北灵关监军孔永春认识吗？不认识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带走！哎，走！哎呀，那个，晨儿，那个，孔永春私藏的密信我们找到了。啊，对，这一次，我一定要扳倒左相。臣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宁晨，证据可找到了？是。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朕，这贼人是谁呀？回陛下，偷挖金矿，通敌叛国，草菅人命，残害忠良。我大宣最大的诛仇，就是左相。老臣为官几十载，勤勤恳恳，兢兢业业，蒙陛下之天恩，得陛下之器重，老臣还有什么不满意呀？大胆宁臣，陛下殿前竟敢胡说八道！陛下，左相长成天子，根本没有通敌叛国的理由。请陛下允准，传孔永春、张元仓。准。跪下！陛下御前，还不快如实招来！陛下，罪臣乃是前任灵州知府张元仓，是左相的门生，奉左相之命，暗中开采金矿。罪臣北灵关监军孔永春，左相门生，这些年受左相命令，暗中监控北灵关，勾结左庭王，密谋残害了大选6位将军、数万士兵，臣有罪呀！什么？启禀陛下，孔永春已经招供，他和左相通敌的密信，臣刚刚已经查获。左相，和朕说说吧，你为何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？陛下明鉴，老臣深属冤枉啊！陛下是熟悉老臣的笔迹，望陛下明察秋毫。
你为官数十载，做事若是不留后手，又怎么可能当得上这百官之首？这种事儿，当然不会是你左相大人亲笔。陛下，京臣查明，那些密信，一半是来自左相府管家之手，一半是出自左相心腹马开成之手。那两个狗东西呢？回陛下，左相府管家已在殿外。传。左相的密信，是你捉到的？陛下，曹民冤枉啊！曹民从没写过什么密信。陛下可以对比一下他的笔记，便一目了然。相爷，是奴才对不起您，辜负了您的信任。枉我栽培你这么多年，平时还照顾你家老小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？相爷，那些密信确实是奴才写的，是我和马开成联手，勾结孔永春和张元仓私盗金矿，害死边境的战士和将领，与相爷无关。你这个混账，你怎么敢？陛下，此事都是小人和马开成所为，相爷并不知情，请陛下明鉴。哼，真是条好狗啊！这么大的罪名，你一个小小的管家担得起吗？宁臣，难道你没听说过宰相门前三品官吗？好一个宰相门前三品官，那我倒要看看监察司能不能撬开你的嘴。你觉得我会给你机会吗？禀陛下，人死了。抬下去。老臣何时与你二人有过来往？何来私通一说？当真如此，尔等真的有实证吗？罪臣确实是与左相府丁管家有书信来往，但只是放命行事，只是没成想。罪臣哪有这个胆子敢私吞金矿啊？是那马开成说的，奉了左相的指令，罪臣只是照常办事啊，陛下。马开成说是就是，你都不动脑子的吗？将莫须有的罪名扣在老夫的头上，尔等是何居心？陛下，左相府丁管家大逆不道，老臣管教不严，有失察之罪。老臣愿请辞回乡，望陛下恩准。陛下，左相日理万机，难免有疏漏，请陛下开恩呐！陛下，左相劳苦功高，若因为这点失察之罪就罢免他的官职，臣觉得不妥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这眼下根本动不了左相。本相为官数十载，听你这野种，
也想扳倒我，匹夫撼树，可笑至极。老狐狸，宁晨，那马开成呢？他人在何处？要真凭实据是吧？我给你啊！长大了，只不过做事情还是太过毛躁。没关系，为父替你走那最后一步棋。宁子明，你疯了吗？我是疯了，自从宁晨的母亲死的时候，我就疯了。我等这一天，等的实在太久了。我一个人扳不倒你。如今我儿已长大，我再无所顾忌。陛下，臣可以作证，他们所说句句属实，左相所犯之罪罄竹难书，臣有证据，还请陛下恩准。准了。宣。启奏陛下，此人便是马开成。陛下，罪民奉左相之命，联手张元仓，挖掘金矿，还有宁晨的母亲，他发现了金矿，上报朝廷。左相为了掩盖真相，便让罪民将其毒杀。住口！你这个畜生！老臣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污蔑老夫？无冤无仇，左相大人，若不是宁尚书先一步将我与家人带走，恐怕我全家老小早就遭了你的毒手吧？可有实证啊？实证在此。仁德4年，并州大旱，颗粒无收，左相趁机霸占田土，侵吞赈粮款70%。导致滨州饿殍遍野，百姓被逼造反，随后派兵镇压，死伤百姓万计。仁德6年，左相暗中收受陀罗国每人10名，黄金50万两，馈赠边锋图，导致我边关大军失利，折损将士2万有余。仁德9年，左相暗中下毒，致使我大选二皇子暴毙，事后派人将二皇子所用茶具带走，掩盖真相。宁子明，那你为何不及时奏报？罪臣知罪。宁子明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刚才说的一桩桩一件件，哪个没有你的份儿？你是要把宁家全都拖进去吗？你不顾你的亲儿老小了吗？陛下，这里的证据足以证明左相累累罪行，臣也牵连其中。臣不求别的，只求陛下看在臣举证有功的份上，饶过臣的2子、3子，他们全然不知情，实乃无辜。常所相，王振多年来对你如此信任，
让你一步步成为百官之首。可你就是这样暴打朕的吗？陛下！来人，将这狗东西给朕打入天牢。是。耿京，臣在。查抄相府，相关人等一律打入死牢。若是谁敢阻挠反抗，就将他们的人头一个一个给朕砍喽！臣遵旨。陛下，宁臣在张元仓之案犯了欺君之罪。朕差点把你给忘了。岳爱卿啊，左相一案，你处处包庇；宁臣之事，你却步步紧逼。你真当朕是个大傻瓜吗？压下去，严刑拷打，听候发落。是。哼，陛下圣明，退朝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来做什么？此时此刻，你不是应该跟我撇清关系吗？我来问个答案。要不是你有军功傍身，我想我这辈子也不会把这些罪证拿出来。现在，你有能力保护自己了，就差最后一步棋就能将死左相。为父怎么能坐视不理，看着你失败呢？哎呀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母亲，也对不起你。当初我跟你母亲私定终身的时候，我承诺高举功名回来就娶她为妻。谁料放榜的时候就被常如月看中了，他用你母亲来威胁我。可我那时候就是一介书生，她又是左相之女，我实在是没办法。可是我不明白，你既然这么怕左相，那你又为什么要把我接回宁府？你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搜集左相的那些罪证的？你母亲出事之后，我猜常如月一定会斩草除根。你留在宁府，他们还有脸面，就算欺负你，至少你还能保全性命。从那个时候，我就发誓一定要扳倒左相，因为只要左相在，你就随时在危险当中。那马开成呢？我是得知了你活捉了张元仓，我便知道时机到了。身为人子，我没有权利去指责你的做法，但是我也同样没有资格替我的母亲原谅你。你放心，到了阴曹地府，我自然会向你母亲道歉。但是我想求你办件事。宁兴、宁茂虽然不是你的一奶同胞，但说到底，你们都是我的孩子。他们脑子蠢，对你不会造成威胁。哪怕你把他们赶出京都，能活命就行。宁干呢？他不是你最得意的儿子吗？他根本就不是我的种。常如月看上我的时候，他已经跟相府的门客暗结烛台，所以他才那么着急。
我尽量。难为你了。哎，成儿，这左相背后还有更大的势力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确定啊。我总觉得，凭左相一个人很难掀起这么大的风浪。他们走得很隐蔽，我一直没有找到证据。现在你扳倒了左相，那背后之人一定会有所行动，所以你呀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知道了。长大了，为父走得也安心。儿子一败。保重！太子殿下，今日怎么有闲情雅致，来教坊司找我？姑说过，带你凯旋为你接风洗尘，特意让雨蝶准备了一桌酒菜。太子殿下，有什么话，不妨直说吧。说实话，姑挺欣赏你的，有文采，有谋略，有胆识。可如今，你虽大胜还朝，但你扳倒左相，牵连朝中多数官员，撬动了多少人的利益？你打破了规则。你知道明里暗里有多少人想要你的命吗？规则就是不择手段，草菅人命，生灵涂炭吗？如果没有人愿意打破这种规则的话，那我愿意做第一人。宁晨，命是自己的，首先你得活下去，才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。理想虽好，现状太惨。姑是太子，
是未来的玄帝，可以保护你，保护雨蝶，保护你在乎的所有人，这样你才可以更好的去施展自己的抱负和理想。殿下，这是在威胁我。宁臣啊，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孤对你是惺惺相惜，大有爱才之意。孤作为一国储君，也希望看到天下法治清明，海晏河清。殿下想要我做什么？如今孤身陷皇权争斗之中，太子之位摇摇欲坠。孤想让你做我的入幕之宾，我们强强联合，你助孤稳住朝局，在军中站稳脚跟，让父皇看到孤才是唯一可以继承大统之位的人。殿下只要一心勤政为民，陛下早晚都会看到，而殿下也早晚会得到你想要的。宁臣，你知道有多少人觊觎孤的身份，想要孤死吗？这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，只有自己强大了，才可以做自己想做的。他日孤一朝登帝，你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什么规则打不破，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？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命也是你自己选的。他的命更是你选的。如何权衡，全在你一念之间。殿下的好意，在下心领了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时候不早了，太子殿下，恕不远送。宁郎，是我连累了你。说什么傻话呢？用威逼利诱这种老套路，我会怕吗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你到底还是来了。人生百年，不过如不惧孤寂。白云苍狗，世事无常啊。陛下日夜操劳，喝点东西歇歇吧。嗯，好。哈哈哈哈。
还是那个味道啊。不好了，左相死了！什么人？拿下！太子。臣子如何？中途身亡，当时看守放班，陈乐章来晚一步，兄弟们正在调查。太子呢？抓起来了。等调查完成，我即刻进宫禀报。宁晨。哦，是你陷害过。你什么意思？是你杀了左相，然后又诬陷于国。好一个坐收渔翁之利啊！你以为你仗着父皇宠幸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？你还想利用淮安逾越龙门？姑告诉你，你这是痴心妄想！你有病吗？我一整晚都在教坊寺，连屋门都没出过。你才有病！只有你知道姑的行踪，不是你是谁啊？姑一出教坊寺，就收到一封密信，让姑来监察司同左相谈一笔交易。没想到中了你的奸计。我之前还真是高估你了。你说你有一个这么聪明的爹，怎么生了个这么笨的儿子？你什么你？你就这么着急杀左相灭口，怕他供出来，你才是净化案的主谋吧？你昨日在教坊司拉拢我，也是为了此事吧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监察司安插了内奸，能秘密进入监狱杀左相，却无法全身而退，真是愚蠢至极。满嘴胡言！你，来人！来人！姑要见父皇！来人呐！姑要见父皇！来人呐！姑要见父皇！我是无辜的！真是好大的胆子啊！陛下，这是臣在调查金矿一案时查获的监察司腰牌，一直没有时间向陛下禀报。臣还在全力调查监察司内奸一事。好啊，堂堂监察司都能安插内奸。如今所有的证据全部指向太子，臣以为此事牵涉甚广，仅凭左相一己之力，不足以掀起这么大的风浪。左相背后还有权势滔天之人。谁？如果说太子是金矿案的主谋，他的目的则是扩大势力，巩固太子之位。左相败露，则利用内奸杀左相灭口，拉拢臣不成，便栽赃于微臣。此等猜测，也不无可能。母后，太子哥哥怎会如此？我们该怎么办啊，母后？哎呀，淮安，你先别着急。以太子的秉性，绝不会做出此事。这其中啊，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一会儿咱们进去啊。传旨，太子谋杀左相，意欲谋反，3日后处斩。母后，陛下吐血了！陛下吐血了！陛下，陛下。陛下身体如何？回皇后，陛下是气血攻心，导致心脉紊乱，心脏骤停，
命悬一线，危在旦夕呀！今日，陛下吃使如何？一切照旧，并无异常啊！太医院全力救治，但凡陛下有一点差池，休怪本宫无情。臣当竭尽所能。陛下，父皇，奉天承运，玄帝诏曰：太子操纵朝权，结党营私，恶果累累，荼毒百姓，朕痛心疾首。然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，则太子3日后问斩。钦此。蒋公公，你帮我跟父皇说，公没有做，公没有做。蒋公公，殿下，请接旨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啊！父皇，你果然不相信儿臣。内奸的事查得如何？昨日当值的正是陈乐章。如果说是他把太子引到牢房的话，可抓住太子的也是他呀。这陈乐章啊，已经收押待审了。如果他是内奸，他把太子引来，那太子就是无辜的。当时这牢房里只有太子一个人，如果不是太子所杀，难道左相为了陷害太子自杀？这一切都有可能。张元仓利用我监察司的身份，把黄金运入了京城。能做到这事儿的，在我监察司内必定位高权重。除了子衣，就只剩金衣了。你们看我干嘛？不是我。我在想，除了你和陈乐章，还有什么别的子衣和金衣吗？腰牌的事查得怎么样了？都查过了，没有线索。敌暗我明，为今之计，唯有引蛇出洞。说人话。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你这说了和没说一样吗？这不是劫狱。太子越狱了，来人呐！求皇后救救太子！哎呀，你告诉本宫怎么救啊？这陛下已经下旨3日问斩了，如今陛下还未苏醒，我连求情的机会都没有。启禀皇后，臣已查明，太子杀左相一事是被人构陷的，是监察司内奸所为。宁臣，事关重大，你可有证据？证据就在太子身上。这还有1个时辰就问斩了，你还在这儿干嘛呀？臣人微言轻，加上监察司内奸的阻扰，只能铤而走险，昨夜私自劫狱，将太子救出。恳请皇后匡扶正义，维护皇室血脉，扫除奸佞，还太子清白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本宫凭什么相信你？臣愿以项上人头做担保。皇后，实则生变。如此行事，倒是你的风格。本宫就再信你一次，事不宜迟，告诉本宫太子在哪儿。左相府。太子是否安全？臣不敢声张，
是臣一人所为。太子孤身在左相府，暂时安全。本宫现在立刻派人秘密将太子接入宫中，待陛下苏醒之后，再行定夺。皇后英明。快去。是。你等得好苦啊！是你，你就是那个内奸。缉拿宁臣。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的字条上写的是太子已死吧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幕后黑手到底是谁。不过如果你真的去救了太子，那反倒洗清了你的嫌疑。如今看来，太子都还真的是无辜的。此时此刻，监察司内奸应该也已经落网了。话说，我还得谢谢你。宁臣呐，宁臣，果然好手段。你知道又如何呀？你可知，从你进来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动手！厉害，低调。真是朕的好皇后啊！这毒都下到朕的头上了。还是那个味道，好喝。所以你认为真的是太子所为？臣只是说了一种可能性。然后呢？太子有理由谋策金矿一案，却没理由勾结外邦，通敌叛国。哼！你说了这么多，
就不怕朕还是相信太子的话，毕竟他是朕的亲生儿子。宁臣，你想铲除异己，只手遮天，可你这顶帽子还没戴稳呢。我的好陛下呀，我在认真干活呢，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。接着说。自古以来，皇权之争无非是夺嫡之争，谁是既得利益者，谁便是背后之人。如果说不是太子的话，陛下认为会是谁呢？臣有一计，可以一箭三雕。不过呢，需要天玄大叔的配合。朕自认待你不薄，你如此手段，可谓丧尽天良。本宫是一国之母，是大玄的皇后，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。可是你几时正眼看过我一下？我的正儿有什么不好？你非要立一个贱婢之子为太子？正儿才是嫡出，如今走到这一步，也是拜你所赐。朕说过，太子之位贤者居之，可你心术不正。正儿跟着你这样的母亲会学到什么好？你机关算尽，只能自取灭亡。你要是不仁，就也别怪我不义。你以为你们赢了吗？如今我的正儿正率领卫龙军围困皇城，这会儿已经打到宫门口了吧？你们就等着死吧！母后，我们败了，他们早就设好了埋伏，我们苦心经营的卫龙军全没了。怎么会这样？2万卫龙军就这么被击溃了？哼，那是因为陛下圣明，关押左相的时候，陛下就算准你们会有所行动，早就命老臣调集神机营加上2000火枪营，暗中蛰伏，伺机而动。这一切都在陛下的掌握之中。他留下2000火枪，原来是用在这里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你和左相私吞金矿的时候，朕就知道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早就知道了？8年，8年了。哪怕你们把朕最疼爱的二皇子怀恩毒死的时候，朕还是忍了。只等着你发动兵变的这一天，将你们一网打尽。陛下好狠啊！我和左相为了扶持朕儿密谋之事不计其数，陛下能如此隐忍，臣妾败了，臣妾甘拜下风。父王，求你饶孩儿和母后一命，儿臣和母后保证，从今以后再也不踏入京城一步。起来！母后，别求他，他如此的心狠，又怎么会念及我们那点可怜的亲情？来人，在，即刻将皇后、3皇子推出午门。镇守侍中，坐。母后。
晨，你随朕来。知道错在哪儿了吗？父皇，儿臣一时大意，陷入有心之人的陷阱之中。儿臣该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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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臣该罚。太子，误入歧途，只因你心存邪念，才会选择跟左相交易。儿臣知错了，儿臣知错了。禁足东宫，思过半年，好好反省。谢父皇。下去吧。耿静，启禀陛下，臣已将这些年皇后与左相勾结的证据移交给了大理寺。做得好，耿静。这几年潜伏，你辛苦了。老潘，还得是你。不错，皇后在监察司的奸细是我，不过是陛下安排的。宁晨，想必你也猜到了，左相为了扶三皇子上位，不惜服毒嫁祸给太子。好在陛下早有安排，这也是对你的一次考验。宁晨果然没让朕失望啊！你们先下去吧，朕要和宁晨单独聊聊。臣告退。宁晨，这一仗你干得漂亮。与陛下相比，不值一提。你在怪朕？臣不敢。朕肩负大选江山安危、天下黎民百姓生计，日复一日处理那些根本看不完的奏折，终生都要被锁在这深宫之中。朕其实有时挺羡慕你的，可以随心所欲，不卑不亢。臣知罪。你呀，你这个样子，朕倒有些不习惯了。说吧，这一次你又立了大功，想要什么赏赐？臣若朕有意将淮安许配给你，让你身居皇家之列，你是否愿意做朕的孩儿啊？臣不配吧？呸！朕不是说过了吗？太子之位，贤者居之。而且以你的能力，把大权交给你，朕很放心呐。我靠，这老家伙在试探我。我要是答应了，岂不是小命不保？你们这些皇室的斗争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太子爱民如子，宽仁厚德，已是最佳人选。臣何德何能啊？臣有负皇恩，愿卸甲归田，还望陛下成全。你呀，傻小子！臣还有一事相求。说，臣斗胆，恳请陛下赦免教坊司雨蝶和南枝的奴籍。哎，之前不是有个雨蝶，这会儿又来了个南枝，你原来这么花心呐？啊，不是，
雨蝶确实是臣的爱侣，南枝嘛，其实是为了臣的一个朋友。哦，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。好，朕答应你，可你也得答应朕，继续在监察司任职，终身为大选效力。老家伙还是不肯放过我，如何呀？臣定当恪尽职守。滚吧！哎，等等。朕想你的诗了，空闲的时候给朕写几首好的。小意思，去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宁郎，谢谢你。说什么呢？以后不许再跟我说谢谢。我答应过你的，要带你离开教坊寺。嗯。臣子，哎呀妈，你还好啊！臣子，陛下已经宣旨了，宁府2位公子贬为庶民，终身不得入仕。宁子明、常如月还有宁干，秋后问斩。有劳潘大哥了。咱们就别客气了，我应该感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跟南枝也不会在一起。我来了。潘老，不哭，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。宁大哥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别总谢来谢去的了，麻烦死了。雨蝶，你别想了。就你少说啊！你有媳妇，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？你看这成双成对的。就我一个孤家寡人，现在不用搭理他。 2位姑娘，哎，还有没有闺蜜啊？啊，你，哎，高大哥，我有个妹妹月儿，贤良淑德，尚未出阁，要不要我给你引荐引荐？行。哎呀，姐姐，你是好人呐！谁？月儿。姐姐，我来了！是哪位大人点的我呀？我的好妹妹，是这位高大人。高大人，哎呦，你咋这儿呢？我是高大人。高大人，你真是口味独特呀！看您这身材英明魁梧的，一定是个大英雄。大河马不行吗？我看行，这也行，这真行。我叫江月儿，你可以叫我小耳。啊，我叫高子平，小名叫小球球，你可以叫我小球球。哦，小球球。哎，小耳耳，小球球。哦，我叫小球球。公主驾到。参见公主。她就是你在教坊司的相好。是。宁郎，这位姑娘是？我是当朝9公主怀安。殿下，你这是？你就这么喜欢她？对。雨蝶她和你不一样。你身份尊贵，可是雨蝶在这个世界上，就只有我。哼，
从小到大，只要是本公主看上的东西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你既然不愿意成为驸马，那本公主就什么？那我就嫁到你宁府好了。啊？只要宁郎愿意，奴家愿意做小。你这是何必呢？我不管，反正话都已经说出去了。要是被你拒绝，本公主今后还怎么做人？圣旨到，宁臣接旨，奉天承运，玄帝诏曰：宁臣文武双全，为国建功，不骄不躁，朕心甚慰。今封其为逍遥侯，10户3000担，赐侯府一座。然宁臣胆略有余，沉稳不足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九公主怀安，与其男才女貌，特赐婚事，钦此。儿臣接旨。接旨。侯爷，陛下呀，还让我转告你一句话，不管你怎么想，反正是把怀恩塞给你了。陛下还说，这男人打天下不算什么本事，你要照顾好所有爱你的女人。对了，要保重身体，多吃大腰仗，腰仗。你一点也不脸红。这位是南枝。哇，这位是公公，咱俩祖上这点亲戚，你想没想着？我说咱俩长得有点像，有点脸像是吧？像哈，叫义父。哎，不是他俩，干哈呢？在那儿？怎么还委屈你了？那就多谢公主垂爱，我就勉强的享其人之福吧。老将军到。老碰瓷儿，飞毛腿用上了啊！臭小子，你送给老夫这个飞毛腿真的是太棒了，是吧？让老夫有种枯木逢春的感觉，可以再次上战场了。拉倒吧你！就你这第3条腿，在家拥有得了啊，还上战场呢？你来这教坊司都费点劲吧？你个臭小子就有所不知了，老夫也是天赋异禀。来，公子，听说您亲了我，那您可得对我负责。什么时候亲的？又来一个！我，臭小子，小梅现在是我的义女，你以后可不能再称老夫为老碰瓷儿了，得叫义父。妹妹，以后我就是你二姐。啊？二姐好。我是你大姐。啊？大姐。那我……你什么你？你个臭小子，艳福不浅的。公子一到。启禀逍遥侯，五国进犯，南疆危机，陛下命你即刻带领神机营启程南疆。
不屑，这人虽然主人，我知道是那种风文耶，那个青春美的随人耶。我本将心相印，爱如明月照相遇却不能相遇，只希望与你相老三，老二，啊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别怕，别怕，我们不是坏人。曾经的我和你们一样，衣不遮体，食不果腹。但是男人，你俩记住，到任何时候都得保持体面。保持体面，对。来，遮上啊！来，拿着，遮上啊！别着凉了。来，包子再给他俩吃点吧。来，吃个包子。来，吃个包子了，吃个包子，兄弟，吃。谢谢公公，谢谢公公。我们之前呀，跟你俩一样的落魄，要相信梦想。万一它成真了呢？对呀，你得用双手成就你们的梦想，用双手实现你们的梦想。是啊，谢谢公公，谢谢公公。当年我们的恩公也是这么跟我们说的。哎，他叫什么名字来着？他的名字叫逍遥四公子。